是咱的消息来看，这食药署是来稽查全台湾230间食品进口业者订立的情形。结果所发现讲，有7间公司呢是申报无老实，拢总是发代票54万。这当中上界严重的是高雄有一间食品公司呢是有35件过期的食品，这当中甚至阁有过期8档的鸡排。卫生局稽查领班伫违规的食品顶管打封条，高雄这间食品公司互发现，竟然有5种产品过期，包括肉品、油品、酱料、米制品、菜洗水果、甲水产加工品，拢总有35件。925公斤，其中有一项鸡排是106年8月28日就到期，也就是讲已经过期8档啊。他们每天都会有人进来进出出，然后有冷冻车。这摆是卫生部食药署联合国地方政府卫生局稽查，检验全台230间进口业者，稽查重点包括食品登录、管理甲过期食品等等。结果包括空信公司在内的6间业者，因为无建立追溯追踪系统，申报无实在，无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等等，互罚3万到6万不等的罚金。另外，高雄的东澳公司因为囤过期8档的鸡排，拢总互罚30万。专家表示，冷冻过期的鸡排，毋但食了对人体无帮助，颠倒佫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。像金黄色葡萄酒精、大肠杆菌等等。然后我们在烹饪当中的话，也担心说，这种受到环境中的微生污染的鸡排，它会有食安的疑虑，然后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。食药署表示，有业者已经毋是第一摆违规，未来会来做重点稽查的对象，嘛提醒食品进口业者爱遵守食安法相关规定。记者顾兆勇高雄采访报道。